關於喜馬拉雅山雪人 Yeti 呢種神秘生物，相信大家都會諗起佢成身雪白嘅毛髮、高大嘅身形，睇落就好似一隻巨型嘅靈長類動物咁。但係傳說中 Yeti 嘅真正身份，竟然係同喜馬拉雅山嘅傳統宗教係有關，甚至係香港係曾經發現過一個疑似係 Yeti 嘅化石。究竟地球上係唔係真係存在 Yeti 呢一種神秘生物，而佢嘅真正身份究竟又係點嘅呢？喺1970年，有一位英國嘅登山家，佢當時就喺尼泊爾嘅安納普納峰南邊嘅山坡。有一晚，佢聽到一啲奇怪嘅叫聲，唔似狼，亦都唔係豹。第二日嘅清晨，佢就用望遠鏡喺布滿雪嘅山坡上面，見到一隻大約2米高嘅兩腳生物，有深灰色嘅毛，但係冇尾巴，用類似靈長類咁嘅動作快速行走。呢位英國嘅登山家，佢喺後來就認為佢所見到嘅呢個物種，可能就係一種未知嘅靈長類動物。1986年，有一位意大利嘅登山家，佢喺西藏東部嘅喜馬拉雅山脈，佢話唔止一次聽到奇怪嘅叫聲，同埋見到有一隻身上有毛髮、大約2.5米高嘅巨型生物，多數喺夜間活動。而呢位登山家之後就懷疑佢所見到嘅呢隻係一隻變種嘅喜馬拉雅棕熊。有一個比較近年發生嘅案例，就喺2008年嘅不丹，有一啲村民同一位僧人喺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就聲稱見到有一隻2米高、毛髮灰白色、用2隻腳行走嘅生物。然後呢隻生物發出巨大嘅咆哮，之後仲越行越近，於是佢哋就即刻逃走。而喺附近嘅一啲村入邊，都有一啲當地人證實見過有類似嘅經歷。而呢隻生物甚至有留低一啲大約40 cm 長嘅腳印。不丹政府甚至將呢個野生動物保護區指定為 Yeti 嘅保護區，禁止獵殺可能存在嘅 Yeti。咁可唔可以話不丹政府喺某程度上係並無否認 Yeti 嘅存在呢？喺西藏嘅文化入面，佢哋就相信喺喜馬拉雅山地區有一個神聖嘅地方叫做香巴拉，而 Yeti 就係香巴拉入口嘅守護者。而喺一啲本教嘅文獻，亦都對 Yeti 係有相關嘅記載。當中就講到一位本教嘅祖師，佢喺喜馬拉雅山揾緊香巴拉入口嘅時候，就見到一隻疑似係 Yeti 嘅未知生物，用一嚿大石封住條路。呢隻疑似係 Yeti 嘅未知生物，亦都係大聲咁咆哮，似乎係想嚇走呢位本教嘅祖師。但係呢位祖師並冇俾呢隻生物嚇到，而且係對佢念咒語，更加用食物去供奉佢。呢隻疑似係 Yeti 嘅未知生物，可能就察覺到呢位祖師亦都係一位功力深厚嘅修行人，於是就停止咗對佢嘅咆哮，更加係引導呢位本教嘅祖師去進入一個充滿金色光嘅洞窟，然後仲喺入面發現收藏住一份本教嘅經卷。喺一啲本教嘅儀式入面，僧人係會念經去呼喚一啲雪人或者係山神。亦都有僧人會扮成 Yeti 嘅形象，身披住灰白色嘅毛，手一路揸住木杖，一路圍繞住聖地嘅邊界行走，象徵 Yeti 巡邏守護聖地或者驅逐惡靈嘅動作。而一啲本教嘅朝聖者，如果發現到雪人嘅腳印，佢哋就會圍住呢啲腳印順時針轉3圈。呢種習俗時至今日依然喺夏爾巴人同埋藏族嘅牧民之中保留。佛教傳入西藏之後， Yeti 更加係有佛教護法嘅角色。藏傳佛教嘅某啲修行入面，修行者會喺洞窟之中冥想，觀賞 Yeti 嘅形象。而 Yeti 係會喺冥想嘅過程入面，為修行人帶嚟恐懼或者係誘惑，去測試修行者嘅定力同埋慈悲。而
以下呢個個案應該係 Yeti 同埋喜馬拉雅山上面嘅宗教關係之中最經典嘅個案。事緣就係有一位19世紀嘅喇嘛，佢喺喜馬拉雅山嘅某個洞穴入邊閉關修行，就喺佢飢寒交迫嘅時候，就有一隻 Yeti 出現，但係呢隻 Yeti 並冇對佢有一啲咆哮之類嘅激烈反應，而且仲為呢位喇嘛帶嚟食物。呢隻 Yeti 並冇傷害呢位喇嘛，而且更加為佢守護門口，驅散惡靈，就好似藏傳佛教入面護法嘅角色一樣，協助喇嘛修行。咁呢位喇嘛喺後來就認為呢隻 Yeti 就係香巴拉嘅守護者，而喺之後呢隻 Yeti 亦都拜佢為師，成為佢嘅藏傳佛教弟子，跟隨呢位喇嘛學習佛法。呢隻全心學習佛法嘅 Yeti 死咗之後，呢位喇嘛更加將佢嘅頭骨同埋手作為聖物帶返去由佢創建嘅寺廟，去俾一啲前往呢間寺廟嘅朝聖者去一睹 Yeti 嘅真面目。喺1957年，一位石油商人兼冒險家，當佢知道喺尼泊爾嘅呢間寺廟收藏住 Yeti 骸骨嘅呢個消息，就對佢產生興趣。去到1959年，呢位探險家就資助咗一隊探險隊，希望去到呢間寺廟去取得呢個骸骨，但係寺廟方面就當然拒絕。於是其中嘅一位探險隊隊員就偷走咗部分嘅手指殘骸，仲經過一位著名嘅演員協助走私偷運，將呢個 Yeti 嘅骸骨帶返去西方進行科學鑑定，發現呢個骸骨喺動物學分類上面可以被視為一種人科嘅物種，當中可能係包含猿人、人類或者係猩猩。但係去到1960年，呢位靈長類動物學家佢就話呢個殘骸係比較接近尼安德塔人。尼安德塔人就係相信已經滅絕嘅早期智人。去到2017年，有一位基因學家就再對呢個 Yeti 嘅殘骸產生興趣。咁呢位喺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嘅基因學家就聯同一啲國際團隊，就喺呢間尼泊爾嘅寺廟同埋一啲私人嘅收藏家，就一共攞咗9個樣本，包括手指殘骸、頭皮、毛髮、頭骨，去做一個全面嘅 DNA 化驗。頭皮同埋毛髮嘅化驗結果，部分嘅樣本就顯示係嚟自喜馬拉雅棕熊。今次嘅化驗就並冇顯示任何樣本係屬於未知嘅物種。今次都算係對呢間寺廟入邊嘅 Yeti 殘骸進行最全面嘅科學分析，而亦都確認咗傳說中呢間尼泊爾寺廟所擁有嘅 Yeti 殘骸可能係屬於一啲當地嘅原生動物或者係人類嘅骸骨。咁似乎就係喺科學上係否定咗今次尼泊爾寺廟嘅呢個個案。不過喺歷史上依然係有其他對於疑似 Yeti 殘骸進行科學分析嘅個案，甚至係經過科學嘅證實係一種新嘅物種，而且呢個巨型猿人類動物嘅骸骨仲係喺香港發現。喺1935年，一位德國裔嘅古人類學家，佢有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就喺一間中藥店入面發現兩隻異常巨大嘅牙齒。作為中藥收藏喺鋪頭入面，嗰兩隻牙齒嘅尺寸係遠大於任何已知嘅靈長類動物，其中一隻更加重達20克，闊度係超過3厘米。呢位古人類學家正式將呢個物種命名，意思係指巨型嘅猿。估計呢個物種嘅身高可以達到3至3.5米，重量去到500公斤以上，腳掌亦都係40至50厘米長，同一啲 Yeti 嘅目擊個案所描述嘅形象係非常之相似。呢種巨猿係已知最大型嘅靈長類動物，呢個物種生活喺200萬至21.5萬年前，主要生活喺中國嘅南部，例如廣西，或者係越南，甚至係印度嘅東北部。呢個物種嘅化石係極之罕有，從來都冇發現過完整嘅頭骨或者係骨骼嘅化石。今次呢個喺香港發現嘅巨猿牙齒化石，似乎證明咗呢個世界上的確係有一種生物係同 Yeti 非常之相似，但係佢就並唔係生活喺喜馬拉雅山嘅地區。咁究竟巨猿同埋 Yeti 呢兩個物種
會唔會好似係北極熊一樣，係由棕熊為咗適應唔同嘅生存環境，而經過演化成為我哋今日所知道嘅北極熊？而 Yeti 本身可能係屬於巨猿，但係經過遷徙去到喜馬拉雅山地區，再因為要適應喜馬拉雅山地區呢啲極地嘅環境而進行演化，而成為 Yeti 呢？其實去到今日，Yeti 依然係一種傳說中嘅未知生物，我哋依然未能夠話 Yeti 係真實存在。如果 Yeti 真實存在嘅話，佢會唔會就係好似西藏地區嘅傳說一樣，係一種存在喺唔同維度嘅聖地守護者呢？有一種同 Yeti 非常之接近嘅傳說生物，就係多數喺美洲發現嘅 Bigfoot 大腳怪。喺好多 Bigfoot 嘅目擊個案之中，都係伴隨住有 UFO 喺度同時出現。咁 Yeti、Bigfoot、香巴拉、UFO 呢幾樣嘢當中，會唔會有一啲關係，可以去構成一個更加完整嘅想像空間？定係 Yeti 其實就係我哋人類由猿人進化到智人中間所遺失嘅 Missing Link？我哋時至今日依然冇發現到任何化石或者實質嘅證據去證明猿人發展到智人中間嘅演化證據。咁 Yeti 有冇可能就成為到我哋人類由猿人進化到智人中間所缺失嘅呢個證據呢？